镜头来国外来看，便所唔那是便所，嘛是艺术品。这是当家的涩谷有17座真出名的公共便所，因为因拢是真出名的建筑师起的。唔那即马德国的大导演拍电影专工来遮拍片，而且在便所公共便所嘛发展出一个观光价值。Hi, toilet. Close the door. 一天日本国内外游客组成的观光团体，伫涩谷区7条通公园这个白色半圆球形的建筑物头前，办理等亲身体验这间公共便所奥妙。除了外形隐密以外，上大亮点都是用声控系统开关门、冲水，全部零接触。非营利组织日本基金会甲东京涩谷区合作，2020年邀请17位国内外有名建筑师为公共便所设计，亲像高岛上土公园这个用森林小路做设计出发点的公共便所，就是东京奥运的主场馆设计师为衍后的作品。伊按照使用者需求规划无障碍囡仔专用换衫顶5间独立的厝。用大小角度无同的杉木板包起来，甲四周围绿色森林相呼应。暗い、汚い、臭い、怖いっていう 4K があるよねっていうところからスタートしていて、これを払拭しようというふうに始まったので、さっきおっしゃった通りザ・トイレっていう感じじゃ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んですけど、それが逆に入りやすかったり綺麗で明るくって子どもたちもスッと入れるようなトイレになってい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がこのトイレの特徴だと思うので、なんかそこは一つ注目の場所かなと思います。甲旅游共看真欢喜伫大大埔新店小公园有名天空液晶玻璃公共便所头前，翕相留念的法国游客会参加这个公共便所导览团，是由德国大导演文芬德斯2013年电影作品为完美日常吸引来。In the U.S. or in France, where I originally come from, you just don't go. And here in Tokyo, you're really happy to go because they're extremely clean, they're very safe, and each one is so different. It feels like you almost, it's a new discovery each time. 涩谷区3月开始推出这个公共便所导览团，费用4950块一票，2点钟内参观9个公共便所，让人体验日本便所文化的特别。这唔那请大导演文芬德斯来出镜，就连美国喜剧漫画南方四正气拢捌特别对日本马桶的神奇功能拢真学乐。DJ 卡利伫 IG 上传影片学乐，让一歌手德瑞克所送的写日本免治马桶，也佫真做美国媒体转载趣味新闻。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